長沙灣一個新舊交匯嘅小區，今日去食一間雞煲紅火 A 餐，我哋4個人去，4個餸1個，每人150幾蚊。可惜只係做到10月尾，跟住就會搬去尖沙咀，可能到時就唔係呢個價錢咯。早上仲有人手即製點心，不過因為要搬遷，所以而家停咗啦。有時食自助餐唔使食到咁盡 ，A 餐已經好夠，已經有埋燒烤同埋火鍋打邊爐嘅配料，有啲基本上都唔會攞添，有得食雞梗係食雞啦。講返主角，因為有朋友唔識辣，所以要咗個唔辣嘅古法雞煲，真係好香。呢度係1隻雞嘅份量，另外再可以加其他嘅配料。好食嘅靈魂，估唔到嘅一罐黑啤酒，倒埋落去，食得香噴噴，啲雞肉係滑嘅，啲魚肚係入晒味嘅。另外仲有韓燒，你可以擺唔同嘅肉落去。火鍋配料嘅肉都唔差㗎，至少仲有幾款俾你選擇。妹姐紅火雞煲，下次要食要去尖沙咀咯〜